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John 啊。咁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一啲拉筋嘅動作啊。通常俾啲我哋 office 坐得多嘅，唔係成日喐嘅朋友，有幾個好簡單嘅動作幫我哋下身嘅伸展嘅。咁拉筋有幾個好處啦，不過講緊唔好處先。如果啲肌肉成日坐喺度唔喐或者唔用佢咧，其實肌肉會係開始退化，甚至乎用唔翻某個 range of motion， 某啲位喐唔到嘅。咁拉筋可以叫做將佢 wake up， 咁之後做運動啊，或者甚至乎喐嘅時候咧，傷嘅次數都會少啲，成日坐得多唔喐都會唔舒服啦。咁有幾個動作會令我哋比較舒服啲嘅。第一個動作係拉 hamstring 嘅，咁呢個係一個 active stretch 嚟嘅，會有 keep 住喐嘅，好簡單嘅啫。向前行一步，手指掂地下，就係兩隻腳伸直，需要嘅空間唔係好多嘅啫，可能5-6步咁樣就可以噶啦。第二個動作開 hip 好簡單嘅啫，向前踏一步，後腳膝頭哥近地下或者掂住地下，前腳去到手踭咁前，然後直手托起個人 hip 去到越低越好 ，hold 住呢個動作。第三個動作咧就係幫我哋拉個股肌嘅動作，好簡單，坐喺張凳度，翹腳撳一邊嘅膝頭哥或者挨落去嗰邊嘅膝頭哥嗰度。第四個動作咧，下身同上身都會拉到嘅，主要係拉 hamstring 啦、groin 啦，身體側邊 lats 嘅位置嘅，雙腳擘大，盡量伸直，左右轉，越轉得多越好。